有啲事真係邪到你唔信。一個人明明身體好健康，去完一次旅行或者行咗轉山，成個人就無端端垮咗。醫生查唔出病，風水佬話中邪，但其實真相恐怖過撞鬼。好多老人家退咗休之後，覺得時間多，體力又唔錯，加上唔服老，就中意跟埋啲後生仔去周圍轉，尤其係啲荒村廢宅、深山老林入面嘅無主孤墳，甚至係荒廢咗10幾年嘅舊醫院、舊療養院，覺得夠特別、夠刺激。佢哋心入面往往有一個念頭：我行得正企得正，平生不作虧心事。去呢啲地方打個卡影張相，百無禁忌啦。你諗下，一間舊屋、一棟廢棄醫院，如果空置咗10年、20年，裏面冇人住，冇燈火，冇飯香，平時連把人聲都聽唔到，嗰度剩低嘅係咩？係死氣，係陰滯之氣。風水最怕一個滯字，水唔流就會濁，氣唔行就會沉。好多老人家入去轉個圈，返到屋企之後，明明咩意外都冇發生，但成個人嘅心就係不由自主咁往下沉。原本好好地嘅一個人，脾氣就開始煩躁，晚晚發惡夢，跟住周身痛，連屋企都接連出現小破財、小病痛。點解會咁樣呢？呢個現象，好多學佛或者睇風水嘅人一世都睇唔通。一遇到呢啲事，就以為係煞氣入體，又或者係惹到冤親債主，嚇到四圍求神拜佛。其實根本唔係咁簡單。你去呢啲陰滯之地，耗乾嘅根本唔係你嘅運氣，而係你身上嗰股好不容易養穩嘅心氣。我哋呢個年紀嘅人，大風大浪都見過，大半生辛辛苦苦捱大啲仔女，本來最應該享福。老人家真正嘅福係咩？唔係仲可以賺幾多錢，而係身體穩、睡眠穩、屋企穩、心神穩。偏偏就係有啲地方，你只要踏入去一步，哪怕你咩都冇帶走，你後半生嘅安穩就會開始動搖。如果你想自己同屋企老人家晚年平平安安，唔好無端端惹上無妄之災，不妨先喺評論區打4個字：心定福聚，當係為全家人總嘅善緣。接住落嚟嘅內容，你一定要聽真啲。我問你，一個人去到60、70歲，最值錢嘅係咩？唔係銀行有幾多存款，亦唔係識得幾多大老闆，而係身上嗰股好不容易養穩嘅精氣神。但係呢，偏偏有啲老人家硬係中意攞自己僅餘嘅福壽去試探一啲已經死咗嘅地方。我頭先講嗰個人叫海叔，係我一個遠房親戚。佢退休之前正正常常，脾氣仲幾和順，但係退咗休，大病過一場之後，成個人變晒。佢開始迷上咗去一啲荒廢咗幾十年嘅老屋祖宅尋根，又或者去啲無主嘅荒墳野嶺行山，甚至連停用咗好多年嘅舊醫院、爛溶溶斷咗香火嘅破廟，佢都中意一個人轉入去。你話佢去做咩？佢話去懷舊，話嗰啲地方有歷史，甚至話覺得自己同嗰度有感應。嗰啲地方長期冇人住，冇燈火，留低嘅全部係停滯咗幾十年嘅舊氣同衰氣。海叔唔信邪，佢覺得只要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就百無禁忌。佢甚至將嗰啲破廟荒宅入面嘅舊物件當係寶貝咁，一件件搬返屋企，覺得呢件木雕可惜，嗰個舊香爐有靈氣。結果呢，短短3年，原本好地地一個家變成烏煙瘴氣。海叔嘅脾氣變得越嚟越古怪，喐啲就發火，晚晚失眠發惡夢。屋企人日日為咗啲雞毛蒜皮嘅事嗌交，最後佢自己喺屋企無端端仆親，直接中風，連講句嘢都流口水。好多人都以為海叔係因為去得太多陰氣重嘅地方，所以惹到冤親債主索命，或者係風水破咗局。你諗下，如果真係有隻鬼跟住佢返屋企，咁請個法師燒幾道符，係咪就解決到？偏偏佢屋企人試過無數方法，符水飲過，陣局擺過，越搞越衰，全家人日日心驚膽跳。直到後來，有一位見多識廣嘅師傅登門，望咗海叔同佢執返嚟嗰堆舊嘢一眼，講咗一句話，成家先至如夢初醒。海叔到底去嗰4個地方做咗啲咩？佢帶返屋企嘅究竟係咩催命符？
點解會搞到咁嘅田地？等我慢慢同你講海叔呢個故仔，你就知道真正最猛嘅陰氣到底收埋喺邊度。你諗下，一個人去到60-70歲，最緊要係咩？年輕嗰陣，我哋嘅福氣係向外闖翻嚟嘅，越動就越多機會。但係老人家真正嘅福係一個穩字，身體穩、睡眠穩、屋企穩、心神穩。只要呢幾樣嘢穩住，晚年自然安順。但係海叔大病一場出院之後，個心就好似穿咗個窿咁，硬係覺得空虛。佢覺得自己老啦，成日諗翻以前嘅事，於是佢開始去一啲根本唔應該去嘅地方。佢去嘅第一個地方就係鄉下嗰間荒廢咗成20幾年嘅老宅主屋。你有冇試過行入一間空置咗好多年嘅舊屋？嗰種感覺係好壓抑嘅。以前間屋有人生火煮飯，有細路仔跑嚟跑去，有大人傾偈，嗰陣時叫做人氣養宅，宅養人。但係人一走空，門窗常年緊閉，屋頂漏水，牆面黑晒，青苔爬滿地，再好嘅風水屋都會慢慢變成一灘死水。海叔偏偏就中意一個人靜雞雞搭車翻去。佢推開嗰扇發霉嘅老木門，一陣暗味同霉味撲鼻而嚟。換做普通人，聞到呢陣味早就走頭，但係海叔唔走。佢一入去就覺得好親切。佢睇見張爛台就諗起細個一家人食飯，睇見張舊床就諗起自己父母。佢一個人喺嗰間黑沉沉連陽光都照唔入去嘅死屋入面，一坐就係3個鐘。最要命嘅係佢見鋪滿灰塵嘅舊木箱、甩皮甩骨嘅舊衣櫃，佢覺得掉咗好可惜，竟然全部叫貨車搬返城市自己間新屋度。嗰日佢個仔一放工返嚟，一開門見到客廳堆滿呢啲爛木頭，成陣發霉嘅坑渠味，激到跳起身。佢個仔指住堆嘢話：阿爸，間屋丟空咁耐，啲木都霉晒啦，你搬堆垃圾返嚟做咩啊？屋企又唔係冇錢買新家具。海叔眼都紅埋，大大聲鬧返轉頭：你識咩啊？呢啲係阿爺留落嚟嘅，係我哋家山嘅舊物，入面有靈氣嘅，丟咗佢就係敗家。我帶返嚟係接住祖宗啲福氣。我停一拍同你拆解下呢件事。你真係以為海叔帶返嚟嘅係祖宗靈氣？一間房停頓咗20年，留低嘅只有舊氣同死氣。風水講氣滯則衰，人走咗，間屋已經死咗。你夾硬將幾十年前嘅執念，連埋堆發霉嘅木頭，搬入一間有活人住緊嘅屋度，等於將一段早就應該停落嚟嘅舊氣，硬生生接返入自己嘅日常生活。生人住死局，點會唔出事？從嗰日開始，海叔間屋就無端端多咗一陣壓抑感。出面明明陽光普照，入到屋就覺得背脊發涼。個仔同新抱為咗呢堆垃圾，日日同海叔面阻阻，屋企連一句笑聲都冇晒。咁如果你以為海叔淨係執下舊屋啲嘢就會收手，你就真係太睇小一個老人家放縱自己心魔嘅破壞力啦。屋企日日嗌交，海叔覺得留喺屋企翳焗，於是佢報咗啲長者行山團。行山原本係好事，強身健體嘛，但係海叔行山嘅路線同人哋完全唔同。佢去嘅第二個地方就係嗰啲常年荒廢、冇後人祭掃、位置偏僻嘅荒墳舊墓。有時行古道，旁邊會有啲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嘅老墓碑。正常老人家行過，最多雙手合十拜拜就走。海叔唔係佢，好似中咗降頭咁。每次見到呢啲無主孤墳，佢就一定要走埋去。佢睇見碑上面啲字生滿青苔，看不清，竟然執塊樹葉去幫人擦。行到攰，佢甚至直接一屁股坐喺人哋個荒墳隔籬休息。最得人驚嘅係，佢坐喺嗰度，對眼係直嘅。太陽落山嗰陣，山風吹過啲樹葉，沙沙聲，整個荒墳區靜到連自己嘅心跳聲都聽得見。海叔一個人坐喺度，腦入面諗緊咩？佢睇見座破碑，就諗起自己剛大病完，半隻腳踏過入棺材；睇見啲荒草，就諗起自己年紀越嚟越大，身子越嚟越弱。我問你，老人家最怕係咩？最怕就係喺一個本來就沉靜嘅地方，放縱自己去胡思亂想。人的念頭一起，氣就跟着走。如果佢當時行過，就算，唔好去攀緣，其實乜事都冇。
但佢偏偏坐喺度，將自己對於死亡嘅恐懼，對於衰老嘅無奈，全部投射落去嗰一堆無名荒墳度。佢個心神已經被嗰個充滿陰沉感嘅地方牽住咗。結果係點？海叔每次行完山返屋企，連沖涼都冇心機，飯又食唔落，一合埋眼，腦入面就係嗰片荒涼嘅墳地，嗰一塊塊甩色嘅墓碑，連續幾晚失眠，個人眼窩深陷，面色灰敗。街坊見到佢都嚇一跳，話佢成個人好似被扯乾咗精力咁。呢啲就係心神被牽，精氣外泄。但係事情去到呢度，依然未到最壞嘅地步。真正將海叔推向深淵嘅，係佢去嘅第三個地方。你哋有冇諗過，一個停用咗好多年，已經荒廢嘅舊療養院隻舊醫院，留低最多嘅係咩？嗰度曾經長期收治重病患者，有人喺度痛到晚晚喊，有人喺度徹夜難眠等死，有人經歷過人生最絕望嘅時刻。當間醫院仲運作緊，有醫生護士行來行去，有燈光，有正常嘅秩序。嗰股病氣起碼仲識得流動，但一旦整棟樓封閉，門一鎖，人一走，幾十年累積落嚟嘅病氣、怨氣同絕望，就全部鎖死喺入面，形成一種極度濃烈嘅滯氣。海叔以前病重嗰陣，就係住喺區內一間舊醫院，後來間醫院搬咗新址，舊址就荒廢咗。有一日，海叔神推鬼使咁，一個人行返去嗰棟廢棄嘅大樓度。佢話想去緬懷下當年執返條命嘅地方。大白日頭，佢由爛溶溶嘅鐵閘穿入去，走廊極長，一間一間病房嘅門半開半掩，牆上面仲留住當年急救嘅標記。佢行到當年自己住過嗰間病房門口，對腳好似生咗根咁走唔甩。佢望住張生滿手嘅鐵床，腦海裏面全部係當年插滿喉管、生不如死嘅畫面，又諗起隔離床嗰個老伯伯，當年係點樣喺半夜喘唔到氣，最後蓋上白布推走。一個人嘅心，如果被過去最痛苦、最衰敗嘅記憶重新拉返去，佢身上嗰股陽氣就會急速沉降。老人家最該養嘅係生氣，即係朝早上起身有胃口食飯嘅生命力。但海叔主動將自己浸泡喺一個同生氣完全相反嘅環境入面。佢返屋企之後，行為變得更加失常。佢成日同老婆講，覺得心口痛，又話對腳冇力，硬係覺得自己舊病復發。屋企人帶佢去大醫院做全身檢查，醫生話各項指數都正常，係佢心理作用。但海叔死都唔信，日日喺大廳度唉聲嘆氣，將全家人搞到精神繃緊，好似隨時有人要死咁。去到呢一刻，海叔身上嗰股氣已經亂到一塌糊塗，但佢仲差最後一步，就徹底踩斷自己嘅腹部。第四個地方，亦係好多老人家最容易忽略，以為係做好事，但其實係專耗心神嘅陰氣重地。常年香火斷絕、無人打理嘅荒廟、破舊宗祠同無主神龕。海叔有日行過一條準備拆遷嘅舊村，村口有一座爛到連屋頂都穿咗嘅土地廟，入面啲神像已經甩皮甩骨，跌咗落地下。神台上面鋪滿厚厚嘅老鼠屎同蜘蛛網，連香爐都跌爛咗一隻角。好多老人家素來心懷敬畏，覺得見到神像蒙塵就一定要去幫手抹乾淨。海叔都係咁，佢行入去嗰間破廟，一踏入去，出面明明30幾度，裏頭陰冷刺骨。嗰種冷唔係溫度嘅冷，係一種常年唔見陽光、充滿濁氣嘅陰森。海叔唔單止用手帕去幫啲爛神像抹灰，佢仲睇中咗地下嗰個木雕嘅破香爐。佢心裏邊諗，呢啲法器曾經受過人供奉，帶返去放喺屋企大門口，肯定可以鎮宅保平安。於是佢將個爛香爐連埋一陣霉味，小心翼翼咁包好，捧咗返屋企。佢以為自己執到寶，以為滿天神佛會保佑佢，但佢唔明白，不管是廟宇定宗祠，原本靠嘅就係源源不斷嘅香火同人氣，先撐得起一個正氣場。一旦香火斷絕多年，甚至連流浪貓狗都入去屙屎屙尿，原本嘅正氣早就散得一乾二淨，剩低嘅只有歲月積聚落嚟嘅衰敗濁氣。你將一件長年浸透喺衰敗濁氣入面嘅斷香火舊物，大搖大擺咁請入自己間屋，
等於引狼入室。自從小木爐擺咗入大廳之後，海叔屋企發生咗極其詭異嘅變化。首先係屋企原本養落嗰隻老狗，無端端晚晚對住大門個香爐狂吠，吠到成棟樓啲鄰居都投訴。跟住海叔老婆喺廚房滑倒，跌傷咗條腰，要瞓床半個月。而海叔自己脾氣暴躁到極點，個仔食飯嗰陣唔小心跌咗隻筷子落地，海叔竟然執起個碗，成碗熱湯潑埋個仔度，反晒面大鬧：你係咪想我早啲死啊？成個屋企原本應該有傾有講，有飯香有暖氣，短短幾個月變到好似冰窖咁冷，每個人面上都寫滿咗怨恨同恐懼。周圍啲親戚朋友睇到，個個都搖頭嘆息，話海叔肯定係去嗰啲荒山野嶺，惹到啲極凶嘅陰氣返屋企，搞到冤親債主臨門，家門不幸。但如果你以為佢只係念舊惹禍，如果你以為只要請個風水佬上門，拿掃把趕走啲陰氣，件事就可以平息，咁你就大錯特錯啦。海叔帶返屋企嘅根本唔係普通嘅霉運同舊物咁簡單，佢真正觸發嘅係一個連佢自己都控制唔到嘅深淵。真正嘅大禍喺佢將舊物搬返屋企1個月之後，嗰個暴雨夜徹底爆發。我同你講嗰晚發生嘅事，海叔個仔後嚟同我回憶起，都仲係面青口唇白。我帶你返去嗰個畫面，嗰晚出面掛緊黃雨警告，風吹到啲窗啪啪聲響。半夜3更，海叔個仔突然急尿起身去廁所，一出房門，大廳冇開燈，但出面雷聲轟一聲劈落嚟，閃電將成個大廳照到慘白一片。就喺嗰1秒，海叔個仔見到令佢魂飛魄散嘅一幕。海叔一個人着住套底衫褲，黑咪蚊咁企喺大門旁邊個櫃前面，對眼直勾勾，眼珠連轉都唔轉咁望住嗰個從破廟執返嚟嘅爛香爐。大熱天時，海叔成身震騰騰，嘴角仲流緊1尺長嘅口水，喉嚨發出啲好似俾人捏住條頸咁嘅咕嚕咕嚕聲。跟住又一聲雷響，海叔砰一聲，成個後腦殼着地，直挺挺咁向後跌低，成個人抽筋咁抽搐。呢個就係出事嗰一刻嘅畫面，成屋人嚇到癲咗。新抱即刻打3條狗叫白車送到去急症室，醫生一照腦，話係嚴重嘅急性腦中風，大面積出血，搶救咗10幾個鐘，命係保住咗。但海叔半邊身癱瘓，口眼歪斜，連一句完整嘅說話都講唔出。你諗下，原本好地地一個識行識走嘅老人家，退咗休大把世界，短短幾個月搞到瞓喺張床度，大便小便都要人服侍，成頭家係咪瞬間跌落谷底？發生咗咁大件事，屋企人第一反應係咩？個個都認定肯定係海叔去嗰啲荒墳、廢宅、破醫院，加上執咗個死人香爐返屋企，惹到啲極凶嘅陰氣入屋，甚至係有冤親債主跟咗返嚟索命。於是海叔個仔同老婆開始發癲咁周圍去揾人化煞，佢哋花咗幾萬蚊，請咗個出名嘅風水師傅上門。師傅一入屋，攞個羅盤出嚟一轉，搖晒頭話：哇，你哋間屋陣陰氣重到呢，你老豆搬返嚟呢堆舊木同香爐，全部帶住極強嘅死氣，呢個係大凶之局，唔怪得知要見血光啦。聽完風水師傅咁講，海叔全家好似執到條救命草咁，嗱嗱臨按住師傅嘅吩咐，貼符嘅貼符，燒紙嘅燒紙，又買咗把桃木劍掛喺大門，甚至連符水都逼住海叔飲咗2啖，以為咁樣就可以將啲陰氣趕走。如果你以為搞咗咁大場大龍鳳，將啲符貼滿屋，甚至將個舊香爐包住紅紙扔去垃圾房，海叔嘅病就會好轉，屋企就會平息，咁你就太睇小老人家自己作返嚟嘅業力啦。其實事實係點？事實係搞完呢一壇嘢之後，海叔嘅病情不但冇好轉，反而越嚟越詭異。佢雖然講唔到嘢，但每日一到黃昏，太陽一落山，佢對眼就驚恐咁四圍望，半夜喺張病床度點嚟點去，死都要掙扎落床，好似見到啲極恐怖嘅嘢逼近佢咁，搞到全家人晚晚冇覺好瞓。新抱甚至頂唔順，喊住話要帶個孫返娘家避難。去到呢個絕望嘅關頭，海叔個仔經一個學佛嘅老友介紹，
終於請到一位見多識廣、真係有修為嘅師傅登門。呢位老和尚一上到去，你估下點？佢冇攞羅盤，冇燒香，亦冇四處張望話邊度有煞氣。佢只係好安靜咁喺間屋度行咗一個圈，睇咗眼海叔生前搬翻嚟仲未靚得切嘅幾件舊屋木台，然後行到海叔張床邊，定定咁望住攤喺度流緊口水嘅海叔。海叔個仔急到飆眼淚，扯住師傅件長衫問：師傅，我老豆係咪撞鬼？係咪嗰間破廟嘅鬼跟咗佢翻嚟，要拉佢落去？你快啲幫我哋作法收咗佢啦！師傅轉過身望住海叔個仔，苦笑咗一下，然後佢講咗一句令在場所有人都如雷貫耳嘅說話。師傅話：鬼？邊度有鬼？呢間屋由頭到尾都冇外來嘅冤親債主。個仔當場愣住，冇鬼？咁我老豆點解會搞成咁？風水師傅明明話陰氣入屋㗎。師傅指住床上面嘅海叔，一字一句咁講：唔係出面嘅陰氣纏住佢，係佢自己個心空虛，滿腹怨氣，行埋去同嗰啲衰敗嘅地方感應道交。你老豆個心早就死咗喺嗰啲廢墟入面，生人住死局，點會唔病？我停一拍同你拆解下師傅呢句話嘅分量。好多人成日講陰氣、氣滯，但師傅一針見血篤爆咗所有人嘅遮羞布。風水講嘅氣滯係講緊間屋，佛法講嘅心滯係講緊個人。你以為去方宅、去廢醫院係嗰度嘅霉氣搞到你行衰運？錯啦！佛家講相由心生，境隨心轉，仲有一個極高級嘅概念叫感應道交，即係咩呢？即係就好似收音機對頻咁。師傅當時係咁樣拆解海叔呢4趟死路嘅。你聽真啲，你老豆大病初愈，個心極度畏懼死亡，因為怕死，佢就偏偏去荒墳尋生死；因為放唔低過去，佢就去荒宅執死物；因為個心仲沉溺喺痛苦度，佢就走翻去廢醫院發呆；因為貪求保佑，佢連破廟嘅爛香爐都貪入屋。師傅嘆咗口氣，繼續話：老人家晚年最寶貴嘅係陽氣同生氣，生氣即係生機。但你老豆主動將自己個心校對去衰敗、死亡、停滯嘅頻道度，心念一動，天地間所有同頻嘅衰敗之氣就會全部同佢感應。根本唔係爛木頭有陰氣，係你老豆用自己個心將自己變成咗一個吸附衰敗嘅黑洞。你有冇試過？當你極其悲觀、極其絕望嗰陣，你行出街，硬係覺得所有人都面目可憎，連天色都特別灰暗。呢個就係你個心同周圍嘅負面境界產生緊感應。如果海叔一開始出院之後冇縱容自己嘅心去攀援嗰啲廢墟呢？如果佢選擇日日落公園打太極、飲早茶、接孫仔放學，好大機會，就算佢真係行錯路入咗一間破廟，佢都絕對唔會覺得個爛香爐係寶貝，反而會覺得污糟而行開。因為一個內心充滿陽光同當下生氣嘅人，根本同嗰啲衰氣感應唔上。我問你，現實中有幾多老人家明明好日得閒，仔女又孝順，但偏偏中意諗埋啲衰敗嘢，自己嚇自己，日日憂心死後點算，日日望住堆幾十年前嘅舊衫舊物嘆氣。呢種心滯先至係最猛嘅風水毒藥啊！聽完師傅咁講，海叔個仔成個人攤坐喺梳化度，終於醒覺。佢望住老豆，喊到收唔到聲。師傅，我明啦，係我老豆自己將自己困死咗。咁而家點算？我即刻叫人將剩下嘅舊嘢全部掉晒佢，係咪就會好返？師傅聽完，微微搖咗搖頭。佢行到門口，準備離開嗰陣，突然停住腳步。師傅臨走前，企喺門口，指住攤喺床度，對眼仲係充滿驚恐嘅海叔，講咗一句極其刮骨、極其殘忍嘅說話。呢句話一出，海叔個仔當場飆晒冷汗，連我當時喺旁邊聽住都覺得成個頭皮發麻。你以為將舊物掉出屋門，件事就完咗？到底師傅走之前講咗句咩狠話？嗰日師傅企喺門口，指住攤喺床度，對眼仲係充滿驚恐嘅海叔，同海叔個仔講：你將堆爛木頭同個破香爐掉出去，只係清咗間屋嘅表面滯氣，但你老豆個心
仲鎖死喺嗰間破廟同廢醫院入面，心病唔除，掉幾多嘢都係徒勞。佢一日放唔低對衰敗嘅恐懼，對過去嘅執念。呢間屋就算貼滿符咒，掛滿八卦鏡，佢都會繼續用自己個心感應源源不絕嘅衰運返嚟。我停一拍，同你拆解下呢句話。呢句話真係極其刮骨，一針見血。好多人遇到屋企唔順，第一反應就係掉嘢或者搬屋，以為將嗰件沾滿霉氣嘅實體物件冷咗，件事就會平息。其實風水最深層嘅奧秘一直都喺個人個心度。點解海叔短短3年會由一個正正常常嘅退休阿伯搞到家散人離，自己中風癱瘓？開頭我講過一個原因，神一散氣就絕。今日我哋就借住海叔嘅慘痛教訓，用佛理同你徹底拆解點解老人家去呢4大陰地會極其慘烈地耗盡晚年嘅福壽。佛經裏面有部好出名嘅華嚴經，裏面有一句極高境界嘅核心經文：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而且佛教嘅唯識中亦都一直強調，外在嘅世界其實全部都係你自己內心嘅變現同投射。即係咩呢？即係你個心係咩顏色，你感受出嚟嘅世界就係咩顏色。你個心處於咩狀態，你條命就會招惹咩頻段嘅遭遇。我哋逐個地方來拆局。第一，點解去常年荒廢嘅主宅老屋最容易耗家氣？表面睇，老人家係去懷舊，係念住父母嘅恩情，但其實喺佛法講，呢個叫做極重度嘅執念。一間屋丟空咗20年，裏面嘅生氣早就散晒。老人家最容易犯嘅錯就係將對故人嘅感情錯誤投射喺一堆已經發霉腐朽嘅死物上面。你試下諗下嗰個畫面，出面陽光燦爛，老人家堅持將幾十年前嘅爛床板、舊衣櫃搬返城市嘅新居。個仔話陣味揼到冤要掉咗佢，老人家死都攬住，聲淚俱下咁鬧。呢個係阿媽睡過嘅床，掉咗就係不孝。你有冇試過面對呢種情況？嗰種拉扯嘅窒息感係咪極其壓抑？呢個時候，老人家其實已經將自己個心強行退返去幾十年前嗰個停滯嘅時空。佢用幾件充滿陰滯之氣嘅死物喺生人住緊嘅屋企裏面，夾硬佈置咗一個回憶嘅墳墓，一個活生生嘅家庭，日日圍住堆爛木頭嗌交。原本嘅歡笑聲、生氣全部被打斷，家氣就係咁樣被一份放唔低嘅執念一點一滴耗乾。第二，點解去無主嘅荒墳舊墓最容易牽心神？好多老人家去行山，見到荒冢，以為自己係感嘆歲月無情，其實講穿咗係對死亡嘅極度畏懼。你一個人坐喺荒墳隔籬，一陣陰風吹過，周圍靜到得樹葉聲，你對眼望住無明無悲，腦裏面開始瘋狂運轉。我幾時會死？我死嗰陣痛唔痛？我會唔會好似佢咁，過咗幾十年，連個上香嘅子孫都冇？我問你，當一個人嘅腦海塞滿呢啲問題嗰陣，佢個靈魂仲喺唔喺當下？根本唔喺，佢個心神已經被嗰片死亡嘅氣場死死扯住，晚晚發噩夢，半夜驚醒，心跳加速。其實根本冇什麼靈異嘢搞你，係你自己嘅心魔，日日夜夜喺度重播嗰幅荒涼恐怖嘅畫面，心神一亂，身體嘅防禦機制全面崩潰，病痛自然接踵而來。第三，點解去廢棄舊醫院最容易壓生氣？呢個係對老人家殺傷力最大嘅行為。醫院荒廢咗，留低嘅係咩？係無數人臨終前嘅劇痛、哀怨同絕望。你一個大病初愈，本應好好休養生息嘅老人家跑入去，企喺生鏽嘅病床前，聞住空氣中殘存嘅發霉藥水味，回憶起當年自己插滿喉管、生不如死嘅畫面。佛法講呢種狀態叫沉溺於苦諦而無法自拔。你主動將自己嘅念頭強行校對去世間最悲慘、最無望嘅頻道，你個心日日提心吊膽，總係覺得自己身上某度隱隱作痛，硬係認住自己舊病復發。佛家講相由心生，當一個活人日日當自己係臨死嘅病人咁看待，身體嘅氣血運行就會跟着你嘅潛意識走，越行越衰敗。原本好端端一個人，
活生生被自己嚇到臥床不起。第四，點解去斷香火嘅破廟檢舊器物最容易散正氣？呢一點係最多老人家踩中嘅雷區。佢哋表面上係去摸神像、檢香爐，覺得自己係做好事、敬畏神明，但撕開面紗睇，背後其實隱藏住極深嘅貪求同愛求。正統嘅佛教教我哋，佛在心中求，向內觀照。但好多老人家心裏面虛怯，見到破廟有個舊木香爐，覺得沾染過神明之氣，肯定有神秘力量，可以保佑自己長命百歲，保佑仔女發大財。於是當執到金咁捧返屋企，你貪圖外在嘅神秘力量，結果引清兵入關，常年斷絕香火嘅破廟，連野貓野狗都喺入面屙屎，原本嘅正氣早就散盡。你將一件沾滿濁氣同陰冷之氣嘅舊物當神明咁供奉，呢種叫正氣消散，邪見入心。當你將安全感寄託喺件爛木頭上面，你本身定海神針般嘅正氣就穿咗個大窿，邪氣自然長驅直進。我哋反過嚟諗，做一個反面假設，如果海叔當初冇縱容自己去呢啲地方呢？如果佢出院之後選擇日日落街市買新鮮餸，去公園同啲老友記捉下棋，甚至行過廟街聽下人唱大戲，就算佢有日真係行錯路，入咗一間破廟，見到個爛香爐，只要佢個心充滿當下嘅生氣，定力十足，佢最多心入面念句阿彌陀佛，覺得個香爐鋪滿灰塵好污糟，拍拍屁股就走人。咁個香爐點會傷害到佢？就算佢唔小心掂到啲灰，返屋企用鹼水洗個手，夜晚食碗熱辣辣嘅雲吞麵，睇場歡樂滿東華，乜事都冇啦。因為真正嘅惡運係需要一個心理破口先入得到你身嘅，而你嘅恐懼、你嘅執念、你嘅貪求，就係打開呢個破口，主動迎接衰運嘅鎖匙。現實中有幾多老人家仔女明明好孝順，個月俾足家用，但佢偏偏日日喺大廳度愁眉苦臉，對住堆執返嚟嘅爛銅爛鐵當寶貝，新買嘅靚衫唔着，隔夜發餿嘅飯菜死都要食，仔女勸多兩句佢就發火。你哋嫌我老，嫌我左諗，呢種其實就係老人家自己喺內心親手為自己製造緊一個陰氣極重嘅風水死局。外圍嘅環境再好，都救唔返一個自己選擇鎖死喺廢墟裏面嘅心。聽到呢度，相信大家都已經徹底睇通睇透，真正耗盡老人家晚年福壽嘅，從來唔係外面嗰幾座荒墳或者爛廟，而係內心放唔低過去，畏懼死亡嘅嗰股滯氣。萬法唯心造，你個心就係世上最猛嘅風水。但係道理雖然係咁講，現實中好多嘢防不勝防。萬一你或者你屋企老人家已經唔小心去過呢啲地方，甚至已經將啲唔應該要嘅舊物帶咗返屋企，又或者最近真係覺得周身唔聚財，心神大亂，脾氣暴躁，開始行緊衰運，咁點算？係咪真係冇得救？係咪要即刻花幾萬蚊去揾高人作法驅邪？你千萬唔好自己嚇自己，更加唔好病急亂投醫，去搞一堆莫名其妙嘅法術。接落嚟，我會教你一套真正不假外求，實實在在將個心拉返出嚟，重新聚滿福氣嘅保命實操動作。真正最深嗰種辟邪，從來唔係掛喺門楣上面嗰塊八卦鏡，亦唔係你飲落肚嗰啖符水，而係你個心點樣安放。我好理解，好多老友記去到晚年，身體機能下降，一旦遇到屋企唔順，或者自己個身突然硬係唔聚財，第一反應就係去揾人算命、求符、拜風水陣。呢種求平安、求安穩嘅心係絕對正常嘅。邊個唔想一家人齊齊整整？逢凶化吉係人之常情。人老咗，心裏面難免虛怯，總想揾個水泡扶住。但係你哋有冇諗過一個問題？點解有啲人屋企貼滿晒黃符，大門掛滿晒辟邪銅錢，甚至洗晒碌柚葉水，但係依然家無寧日，衰運連連？因為佢哋用錯咗力。你試下諗下嗰個畫面，你喺大門外貼咗張符，以為可以擋住外面啲陰氣，但係你個心呢？你個心日日提心吊膽，日日回憶住喺破廟
喺廢醫院見到嘅嗰種恐怖同陰冷。你坐喺梳化度，對眼係直嘅，腦裏面全係衰敗嘅畫面，甚至硬係迎住間屋某個角落有對眼望住你。你覺得門外嗰張紙阻唔阻得住你由內到外源源不絕咁散發緊嘅衰敗心念？佛法講相由心生，境隨心轉，呢句話從來都唔係虛無縹緲嘅口號，而係一條極其精準嘅宇宙因果定律。你個心係咩狀態，你就會同咩境界產生感應。如果外圍嘅陰氣係一堆火藥，咁你內心嘅恐懼、執念同疑神疑鬼，就係點着呢堆火藥嘅嗰條引線。引線係你自己親手點着嘅，怪得邊個？所以我今日要徹底同你點破呢件事。真正最靈驗嘅化煞，唔係向外求，唔係去揾冷門法術，調風水永遠不如調心，調心先至係真正最靈最猛嗰個法門。你想屋企有一個刀槍不入嘅結界，你想外圍再猛嘅陰氣都埋唔到你身。其實最強大嘅風水陣，四個字講完：家有生氣。咩叫家有生氣？唔係要你將屋企佈置到金碧輝煌，亦唔係要你日日用音響播大悲咒，而係朝早起身拉開窗簾，有陽光照入嚟。中午肚餓，廚房傳來一陣炒菜嘅香味，聽到鑊鏟聲鏗鏗響。夜晚食完飯，一家人坐喺大廳睇電視，有傾有講，哪怕係討論下聽日去邊度飲茶，或者鬧下個孫仔做功課太慢。我同你講，呢啲看似平平無奇嘅人間煙火，就係世上最強大嘅正氣結界，陽氣足，百邪不侵。當一個人身處喺充滿活人氣息、充滿愛同暖意嘅環境入面，佢個心就定，神就聚，神一聚，所有嗰啲陰滯之氣、衰敗之氣，就好似雪花遇到猛太陽咁，瞬間融化得一乾二淨。聽到呢度，你可能又會心急問：咁萬一我或者屋企老人家之前真係唔小心去過荒墳、廢宅，又或者去完舊醫院探病，返到屋企真係覺得背脊發涼，個心赤赤痛，咁點算啊？係咪真係等運到？你聽真啲，接落嚟我教你一套極其落地，而且100%保命嘅實操動作，唔使花一分錢，亦唔使搞任何古怪儀式，只要照住做，保你即刻收神。第一步叫做物理切割。當你去完一啲令你覺得陰冷、唔舒服嘅地方，返到屋企第一件事，千萬唔好坐落梳化，亦唔好即刻攤落床，即刻剝咗套出街衫，入去沖個熱水涼，由頭洗到落腳。你唔好以為呢個係普通嘅講衛生，呢個動作係用水同熱力強行切斷你身上沾染嘅外在濁氣。當你感受住啲熱水沖落身上嗰陣，你要喺心入面篤定咁同自己講：外面嘅事到此為止，我現在返到陽間活人嘅地方啦。第二步叫做重啟生氣，沖完涼出嚟，打開大廳個窗，等空氣流通。如果你平時有上香嘅習慣，就照平常咁上一炷香。如果冇，千萬唔好臨時臨急亂搞一堆你從來唔做嘅儀式，越亂搞你個心就越慌。跟住點做？入廚房，開着個爐，哪怕你唔肚餓，都煮一碗熱騰騰嘅麵，或者煎隻雞蛋，聽住啲油滋滋聲，聞住陣油煙香味，然後趁熱食落肚。當熱食落肚，你身體嘅生命力就會瞬間被激活。有句老話叫熱飯暖胃，陽氣回歸。呢個動作係將你嘅氣硬生生拉返入活人嘅日子裏面。第三步亦係最關鍵嘅一步，叫做截斷心念。我停一拍同你拆解下呢一點。好多老人家出咗陰地，點解仲係會病？因為佢把口唔停，一返到屋企就瘋狂同仔女講：我今日去嗰間舊屋好猛啊！一入去就好陰冷，甚至夜晚瞓唔着，仲要將日頭影低嘅相一張一張放大嚟睇，反覆估裏面係咪有污糟嘢。你要知道，語言同意識係帶住極強業力嘅。你越係去談論，越係去回想，其實就係不斷咁向嗰個衰敗嘅地方投注你嘅注意力。你講得越多，就等於你不斷替嗰個地方蓄氣，不斷將嗰股陰滯之氣拉近自己。所以離開就係離開，返到屋企之後，關於嗰度嘅事，一個字都唔好再提。
同屋企人傾下閒偈，睇場歡樂嘅喜劇，或者落樓下行個圈，切斷對過去嘅回憶，你嘅神先至會真正徹底返嚟。老人家晚年嘅福本來就應該往屋企收喺每日安穩嘅睡眠裏面，收喺熱辣辣嘅飯菜裏面。你話係唔係？講到呢度，海叔嘅悲劇同4種後福陰地嘅真相，我已經同你拆解得清清楚楚。但係最後我仲有2句真正保命嘅說話，必須要留喺最後，鄭重咁送俾你。第一句係：你個心如果唔安，行到天涯海角都係步步驚心嘅陰地。第二句係：只要你間屋有笑聲，有飯香，哪怕只係一間幾十尺嘅舊唐樓，都係世間上最猛最強嘅風水寶地。我同你講，人去到60、70歲，大半世人嘅路都行過晒，晚年最需要學識嘅，其實就係修心呢2個字。我哋今日講咗海叔咁沉重嘅慘痛教訓，去到片尾，我真係要同你再復盤一次，你一定要將以下呢幾點記清楚，甚至講俾你身邊嘅老友記聽，千祈唔好再犯呢啲其實係自己攞嚟衰嘅大忌。第一，常年荒廢嘅老屋祖宅，無論你對父母有幾多回憶都好，千萬唔好返去執嗰啲發霉爛木頭舊衣櫃入屋。你要記住，嗰啲唔係祖宗嘅靈氣，嗰啲係將你困死喺過去嘅執念。舊物帶返嚟，家氣就耗盡。第二，無主嘅荒墳舊墓，行山路過遠遠，雙手合十就算，千萬唔好走埋去擦墓碑，更加唔好坐喺度發呆感嘆生死。嗰啲叫對無常嘅畏懼。你越驚，你個心神就越容易被陰滯之地牽走，晚晚發噩夢就係咁嚟。第三，停用多年嘅舊醫院或者舊療養院，千萬唔好因為好奇或者緬懷過去而走入去轉，嗰度鎖死嘅全部係幾十年嘅病痛同絕望。佛法叫呢啲做沉溺於苦諦，你一入去就係用自己嘅生命力去硬撼嗰股極度衰敗嘅病氣，專壓你嘅生氣。第四，斷咗香火嘅破廟殘祠，入面嘅爛香爐、舊神像，千萬唔好當係寶貝咁捧返屋企，以為可以鎮宅。嗰啲地方早就冇咗正氣，剩低嘅只有濁氣。你貪求外在嘅保佑，就係打開咗自己嘅心理防線，專散你本身定海神針般嘅正氣。萬一如果你或者你屋企老人家之前真係唔小心去過呢啲地方，甚至覺得最近個人硬係有啲唔妥，唔使驚，亦都唔使去花幾萬蚊搞咩驅邪法事。記住我頭先教你個3步保命法。第一步，即刻沖個熱水涼，強行切割外在濁氣。第二步，開爐煮碗熱騰騰嘅麵食落肚，重啟自身生命嘅生氣。第三步，亦係最緊要嗰步，把口徹底收聲，切斷對嗰個衰敗地方嘅所有討論同回憶。做齊呢3步，你個神就自然會歸位。佛法裏面有一句話：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世間上根本冇一種外在嘅力量或者所謂嘅陰氣可以無端端衝埋嚟毀滅你。真正能夠毀滅你晚年福壽嘅，只有你自己放縱去攀緣衰敗嘅嗰個心。我用一個比喻，你就徹底明白，人心就好似一口原本應該掛喺大雄寶殿外面嘅古銅鐘。如果你將呢口鐘硬生生拆落嚟，埋喺一笪又黑又濕、滿布爛泥嘅沼澤入面，日積月累，個鐘生滿銅綠，塞滿污糟嘢。呢個時候，就算你用幾大嘅力去敲佢，佢發出嚟嘅都只係一下極其沉悶、死氣沉沉嘅噗聲，連半步都傳唔出去。但係如果你將個鐘洗乾淨，高高咁掛喺向住南邊嘅閣樓上面，日日曬住猛烈嘅太陽，任由新鮮嘅清風吹拂，你估下點？就算只係一陣極其微弱嘅輕風吹過，佢都會自然而然咁發出清脆悅耳。傳遍四方嘅紅陰，嗰4大陰氣重地，就係嗰笪又黑又濕嘅泥沼。你係都要將自己晚年僅存嘅福報同心神投入去嗰啲泥沼度回味痛苦。你條命點會敲得響？你又點會唔惹上一身霉運？你晚年嘅福係要向當下收，收喺邊度？收喺每一日安安穩穩，一覺瞓到天光嘅睡眠裏面，收喺每一餐粗茶淡飯，
但係食得津津有味嘅胃口裏面，更加收喺唔去諗聽日會唔會死，尋日做錯過咩嘅嗰份通透裏面，將你個心從過去嘅廢墟度掹翻出嚟，掛喺充滿陽光嘅當下，你嘅晚年自然能夠紅蔭繚繞，福壽綿長，外圍再猛嘅陰氣都埋唔到你半步。今日呢番話極其刮骨，甚至顛覆咗好多人對於風水嘅執着。我知未必啱所有人聽，因為好多人仲係覺得使幾萬蚊擺個陣先有安全感。但如果你聽完今日嘅拆解，覺得有共鳴，覺得個心突然之間好似鬆咗綁，定咗落嚟，我真係好希望你可以將呢條片順手轉發俾你身邊嗰啲年紀大、中意念舊，甚至日日往陰冷地方轉嘅老友記睇下。可能你今日動手指轉發嘅一個動作，就一語點醒夢中人，幫佢切斷咗一條通往衰敗嘅感應之路，甚至幫佢化解咗一個足以令佢家破人亡嘅心際大劫。教人修心，勝造七級浮屠，呢個就係真正不可思議嘅無量功德。如果你支持我講呢啲大實話，請你點個讚，訂閱我哋嘅頻道。最重要係千萬唔好忘記喺評論區打出我哋開頭講過嗰4個字：心定福聚。當你打出呢4個字嗰陣，其實就係幫自己嘅潛意識落下呢一個極其強大嘅正面錨點。只要你嘅心定得落嚟，四方八面嘅好運同福氣自然就會向你屋企聚攏。好啦，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祝你同一家人心定福聚，平平安安。我哋下期再見。